今集係最後一集新加坡素食之旅。首先講下飛機餐。今次係我第一次搭新加坡航空，所以要上網揾佢哋嘅素食飛機餐定義。睇完似乎冇一款啱食，跟住我打電話去新航熱線問清楚。問完之後，而家就同大家揾下百萬富翁先。以下邊一款新航飛機餐係純素冇五辛呢？ A. VOML 東方素食餐， B. VGML 西方純素餐， C. VJML 奇那教素食餐， D. FPML 水果餐。你覺得係邊一個呢？就咁睇名就似係 B， 但睇描述 B 餐係 vegan， 冇話到冇五辛喎。而 C 餐呢就冇五辛冇蛋，而冇話到冇奶。A 餐啲字眼就更加唔係啦。所以大家諗唔諗到呢？嗱，俾多幾秒你哋諗啦。好，最後答案係 D 水果餐啊！哇，青 BB 你食水果餐啊？邊夠飽㗎？咁至於 A 同 C 餐啲字冇寫冇奶或者蜜糖，搞唔掂喎。嗱，我問咗青 BB 啦，最後呢，佢揀咗 B 餐啊。呢份呢就係去程嘅 VGML 啦。青 BB 呢即時發現白衣豆呢有洋葱，其餘嘅嘢呢包括焗薯、菠菜、車厘茄同埋甜椒呢就冇葱蒜，整得上呢味道還好，唔算好清淡。來回程呢都有個小麥包俾你食，仲有 vegan 牛油呢可以搽添，食埋呢個包呢都算有啲嘢落肚啦。回程嗰餐呢比較豐富，今次呢就冇葱蒜啦，主食呢就係豆腐飯，白飯有少少飯焦，豆腐呢有煙燻過，亦都有豉油味，味道唔錯。旁邊呢有西蘭花、木瓜、牛蒡等等。小食方面呢有兩件疑似豆製品嘅片，上面有香草同埋番茄醬，呢兩件都幾好食。旁邊呢有水果沙律、車厘茄同埋青瓜薄片。而甜品呢就係半圓形嘅水蜜桃透明糕，呢件呢唔會超甜，質地呢都唔似蒟蒻，算係中規中矩。整體上呢覺得回程嗰餐比較好，不過青 BB 呢都已經同新航反映咗啦，希望之後呢可以有一款素食餐係 vegan 同冇五辛，類似國泰嘅 VOML 呢就最好啦。講完飛機餐，我哋睇下新加坡樟宜機場有乜嘢睇同埋有乜好數。新加坡到處都有植物，連機場都唔例外。機場旁邊嘅星耀樟宜係一座購物中心，融合咗大自然同現代建築，仲有唔少特色景點、手信鋪同食肆。佢黐住1號、2號、3號航廈，如果你搭夜機走，絕對建議提早嚟呢度行完先至離境。首先嚟呢度一定要打卡嘅就係位於商場中間嘅雨旋渦，你唔同佢打卡就等於冇去過新加坡啦。佢有40尺高，係全球最高嘅室內瀑布，水由高空傾瀉落去商場嘅低層，非常之震撼㗎。如果夜晚嚟，仲會有燈光 show 添。而雨旋渦嘅周圍被一個勁大嘅室內園林包圍，種咗來自世界各地嘅植物，而且唔止係睇，仲可以好似行山咁，由最高處沿樓梯行落去瀑布嘅中層，就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同雨旋渦打卡。頭先講嘅景點係免費入場嘅，至於另一個有植物睇嘅地方要收費，就係位於最頂層嘅星空花園，佢係一個遊樂地點，入場費8蚊波子一位。今期個主題係 LEGO， 現場到處都有唔同造型嘅 LEGO 積木俾大家打卡，例如池塘、動物同植物，另外有用植物整出嚟嘅動物公仔，每一樣都好值得打卡㗎。同埋咧，喺付費區欣賞雨旋渦呢，的確有比較居高臨下嘅感覺。如果大家唔介意俾少少錢，可以上去呢度睇下㗎。行完一輪呢，就去找數啦，竟然俾青 BB 咧喺3號航廈非禁區位置呢發現一間印度素食餐廳，唔知有冇人試過好唔好味呢？我哋當時呢就冇試到，因為已經去咗以下呢一間伊圖啦。喺星耀樟宜間麥記隔離呢，就係素食店 Green Dot Plaza。呢度咧有大概20到30個座位，菜單上咧有標示註明咧邊啲係 vegan， 菜式種類咧有點心、主食、墨西哥卷、甜品等等。
我哋咧叫咗2籠點心、2碗辣沙同埋1件純素蛋糕。Vegan 點心之中呢，呢款賣相最吸引櫻花粉色嘅係珍珠鮑魚餃，佢有晶瑩通透嘅水晶皮，包住清甜嘅粟米餡，精緻嘅造型呢，睇落去呢似珍珠貝殼，頂頭呢仲有1.6做點綴，賣相滿分。另一款呢係翠綠蒟蒻蝦餃，半透明嘅皮呢上面有點點綠色，隱約呢見到素蝦，裡面仲有蒟蒻粒，外形呢算可愛，咬落去呢有嚼勁又厚實，不過味道呢略嫌淡咗啲。跟住呢，有人食1碗招牌辣沙、酒素魚蛋同埋揀咗手工麵條。佢個名呢有 signature 呢個字，本來呢令我哋幾期待㗎，但係試咗湯底呢，覺得有啲普通。佢唔算好辣，椰漿味較濃，雖然比較濃郁，又唔會太油膩，但係如果香料味呢勁啲呢，味道辣翻啲嘅話就好啲啦。咁至於麵條嘅口感唔錯，實質地呢份量一般，配料有唔算好脆嘅大塊腐皮片、細件豆腐泡、菇類等等。呢碗麵呢算中規中矩，希望個湯底味道呢可以加強翻，成為真正嘅招牌菜啦。咁最後食甜品啦，梅麗寶石呢一件糕呢比辣沙更加貴，不過玫瑰同荔枝嘅組合呢通常就唔會服得去邊嘅，所以都想試下啦。食完呢覺得佢清香又清甜，裡面有海綿糕同埋果醬，純素忌廉呢都幾好味。雖然食到入心呢會比較甜，但係整體上呢都算好食。食開甜品就要講埋另一間非常之近地鐵站嘅純素蛋糕店，仲有得堂食添。望到雪櫃裏邊有咁多糕點，好想都每款試一件啊！但係我哋啱啱先至食完嘢，最後我哋商量咗一陣，就決定揀紅色森林蛋糕、朱古力糕同埋士多啤梨馬卡龍。紅色糕有頗多疑似士多啤梨果尖嘅嘢，海綿糕做得幾鬆軟，但亦感覺到有少少濕氣，味道方面係有少少酸，多多甜。至於朱古力糕，佢嘅海綿糕冇頭先嗰件咁鬆軟，而深色嗰層係朱古力醬，事後先至知佢係流心同埋微暖嘅，所以一切落去成件糕即刻下塌咗，唯有嗱嗱聲食晒佢。朱古力醬嘅味就幾香濃嘅。最後係士多啤梨馬卡龍，賣相唔錯，但一咬就扁咗，表面嗰2塊餅比較薄同脆，如果有翻啲質地就會好啲，味道就同士多啤梨糕一樣嘅。新加坡呢仲有純素雪糕食添，話晒呢新加坡長年都係夏天，食雪糕呢就係最消暑噶啦。而且呢我一向都好中意食雪糕，點可以唔試下呢？首先介紹嘅呢就係基於幼滑流嘅 gelato， 只要去烏節路嘅高島屋呢就食得到啦。佢叫做 Tofu G，8蚊波子一杯，一個有4隻味係 vegan， 有朱古力、黑芝麻、豆腐同埋高蛋白豆腐味。我哋試咗高蛋白豆腐同埋黑芝麻味，前者嘅質地比較豐富，有質感，同一般嘅 gelato 比較呢係稀啲啲，但都算好食。後者呢就幾軟滑，黑芝麻味呢唔算好香同埋好甜，整體上呢都算唔錯。咁另一間雪糕店呢喺新 Tech City 一個室內小廣場嘅中央，佢叫做 Kind Cones。你嚟睇下呢，呢度有勁多款口味啊，全部都 plant base 㗎。單球呢8個8波子，雙球呢就13個8。佢哋仲可以加錢配 vegan cone 添，不過呢我就驚用得快，用杯食呢就穩陣啲。喺咁多款口味之中呢，我一見到呢一隻呢就好想食啦。佢就係班蘭 Gula Melaka 味，因為以前呢我都食過係勁正㗎。Gula Melaka 呢係一種糖，雖然會甜啲，但係同班蘭味呢好夾。平時班蘭味嘅嘢呢比較淡㗎，配呢隻糖之後呢，一樣呢食得到班蘭味。仲要呢度嘅雪糕呢係勁 creamy， 唔講都唔知呢係冇蛋奶㗎，係極級推介啊！咁至於青 BB 呢，就揀咗蝶豆花同 Almond Brittle Fudge 味。蝶豆花呢就冇乜大味啦，但係非常之軟滑。青 BB 呢一向都中意蝶豆花，藍色雪糕呢又非常之打卡入呢，所以基本上呢係揀硬噶啦。咁杏仁嗰隻呢就超好食，有類似朱古力醬嘅半溶口感，又有杏仁粒粒咬，杏仁味呢都好香，非常之正，有啲似食 dry 雪糕。對青 BB 嚟講呢，簡直就係童年回憶啊！呢間雪糕店呢就係必食啊！咁一連4集嘅新加坡素食之旅呢就到此為止啦。睇完之後呢，有冇覺得新加坡嘅素食呢幾吸引呢？其實仲有唔少人未幫襯㗎，大家想去玩之餘又想食素夠方便嘅話呢，新加坡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